另外，咱閣來看到行政院推動家庭請外籍使用人的新制度，對4月13開始實施。只要厝內面有12歲以下囡仔，就會當來申請。不過，就有勞工團體認為講，除非因兜是趁真濟，才會願意一個月開3萬來請外籍使用人，而且這也會造成咱台灣的勞工有競爭的壓力。這勞動部是表示講，會閣加強媒合，確保咱台灣勞工的權益。為減輕家庭壓力，讓勞動者會當安心留佇職場工作，行政院確定外籍家庭使用人13cc開放全台大約144萬戶，符合資格的家庭攏會當申請。實際數據，厝內有12歲以下兒童，佮同時留佇職場的媽媽，對政策攏有無同的看法。平日跟小朋友相處的時間就是3個小時，我有需要為了這3個小時去申請1個月，我自己要付出2萬多到3萬塊的支出的這樣子的幫傭嘛，我其實覺得這樣子其實算起來蠻不划算的。因為我一定要賺更高，我才有辦法去支付，就是我想要多負擔一個人來幫我照顧小孩這個費用。我覺得對我來說，我會有壓力。自從新制公布了後，已經有不少中人甲家長打電話問勞動部，也毋過頭一日申請狀況，也有待統計才對外公布。也毋過外籍家庭使用人新制，只要出來有一個12歲以下兒童，攏會當騙過。雖然會當減輕照顧者的照顧壓力，也毋過敢是會當將照顧進行外包化，也愛注意。教育相關的一個體系，有人應該提供給家長一些正確的觀念，讓他們知道什麼樣才是好的品質的親子照顧的方法。民間團體認為，開放外籍家庭使用人，除了照顧囡仔，也可能會幫忙家事服務，這攏可能衝擊國內原本從事托育家事服務的勞動者，像高齡婦女，也是二度就業的人士。放寬這個家庭幫傭，它其實就是來走這個公共托育的這個回頭路，它一定會對於本國籍的這個勞工有一定的就業市場的一個衝擊。強化托育跟家事服務的媒合，會提供就業與技能的協助。勞動部表示，聘用外籍家庭使用人的雇傭成本大約是29000塊以上。勞團認為，恐驚只有高薪家庭會申請，一般勞工加受薪的家庭申請意願無懸，工作家庭兩邊小的困境，恐驚也是真歹解決。記者綜合報道。